这个大摩现在又开始唱空看空中国的未来经济。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胡适也是低开高走之后震荡集体收跌截至收盘，沪指跌 0.12%， 深成指跌 0.84%， 创业板跌 1.515%， 北证50指数跌 3.92%， 全市场成交额13346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量将近2亿元，2000亿元了。全市场3700只个股下跌。从这个形态上看你看就这几个交易日都是快速缩量嘛，现在成交额只有13000亿了。昨天咱们说了什么时候到1万亿以下，那就基本上宣告结束了。现在快了今天缩量1868亿，明天呢，你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在退潮资金在离场，不玩了。这个走法反正以前都是常见的尾盘往上收一下，免得太难看太吓人。这个实际上就是主力资金很多资金都在流出，但是又不能跌得太难看。我们看看今天新上市的一只股票，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目瞪口呆一个新股叫恩宏四方，一上市就大涨22倍，盘中触发多次临停。这个股票是干啥的呢？根据资料显示公司是专业从事复合肥和氮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化肥生产企业。是算力股吗？是人工智能吗？是芯片吗？都不是，它就是一个生产化肥的。居然一上市遭到爆炒，涨22倍。就在上半年金融消费者还有学者专家哭天抹地的要求监管叫取缔融创做空。我就在那个节目里面，我连续多少天说融券做空是什么背景下推出来的？当年推出融券做空说白了就是要抑制狂炒新股，歪风邪气这个新股一上市就爆炒，完了之后一地鸡毛，倒霉的都是那些金融消费者，无脑追进去，然后套在那个山顶上，一辈子解套无望了。当时也是很多专家学者、金融消费者哭天喊地的要求监管出手整治爆炒新股的这股风邪气。结果就在几个月前，又是这一批金融消费者，又是这批专家哭着喊着要监管，要停掉融创做空。大家想一想就知道，融创做空，你新股爆炒，那有人就会去卖，等到你跌下来之后他再买，他赚差价，那时候没有人会爆炒，就不敢爆炒新股。好了，现在监管部门把融创做空暂停，他没有取缔暂停了。现在你看看这个新股一上市，立马爆炒20倍这是什么个市场？这个真的是连赌场都不如我记得当时暂停融创做空的时候，我就说了，新股一上市必然要遭到爆炒。你现在果不然，一语中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又有金融消费者哭爹喊娘，被套在这个新股里面，一辈子翻不了身。所以你要这么看的话，咱们的监管不能称之为这个叫成熟的这种监管，就是头疼一头，脚疼治脚，完全是跟着散户走，基金机构散户化，连监管都散户化。你说这么个市场，你指望它走牛？这样的市场走牛有什么用呢？还有今天股市把炒这个玄学数字玄学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只股票涨不涨全看名字。以后这个公司上市要请这个风水大师把名字看一下等到上市再看晚了，你注册的时候就得看，请人把名字给他算一算。因为这两天胡适正流行叫数字玄学。今天上午叫朱老六、一品红、一智魔语、三维通信、263712、一名食品、三博硕、两面针、四方新材、三人行、三博脑科、八方股份、三方向，反正带数字的名字统统的大涨或者涨停。前两天是炒东南西北中发白，今天是流行是1、2、3、4、5、6、7、8、9百千万亿兆概念股。不知道这些专家一天到晚喊着要什么保护中小投资者，要什么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作何感想也就是市场的环境刚才说了，这个散户主导的市场，劣币逐良币，导致这个机构散户化，监管散户化，连外资它也散户化，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各大外资机构在胡适涨的时候，9月底10月初，那都是看好胡适，认为胡适到4000点，对吧？在现在基础上再涨15%要积极配置中国资产，各种唱多。那现在呢，胡适一震荡，外资机构也开始看空了，这不典型的散户化吗？也是
入那种散户追涨杀跌，一涨就说这股市好还要涨，一跌这股市不行还要跌。最近网上流传的小作文啊，这个大摩啊，就是模拟盘实战专家大师啊，这个大摩现在又开始唱空啊，看空中国的未来经济。他有理由的啊，第一个他认为咱们有三大障碍，一个是人口下降，第二个是全球脱钩断链，以及债务陷阱加通缩，这三大问题啊都很难解决。这个大摩认为啊，咱们2025年在4%左右，这4%感觉还是很算乐观的。对中国的股票呢资产，大摩这回是建议低配。你说说他连模拟盘他都要低配，也就是说啊，这些外资也是到了哪个山啊唱哪首歌，入乡随俗啊。你到了以散户为主的这个胡适，他也散户化。就啊，还有很多人呢，很多专家劝大家去炒股，去练练手，说的似乎也很有理啊。一个叫洪浩的经济学家就建议大家学投资，输了就当做交学费，让钱为你工作。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应该更积极的投入这个股市，不要输了你就当交学费。你炒一股是很有意思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能在这学中你还获得了财富。如果输了钱，你没有学到经验教训，这才是真的输。去适当的做一些交易啊，让自己的财富的积累啊，不仅仅从工作工资里头来，钱可以买个房，现在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公司，一些有前途的、管理层好的、管理的水平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还有长期的一些贵金属啊，那这些东西呢，它在你的投资组合里头，它会让你的财富慢慢的涨。它并不是说明天的啪它就涨去了，财富的积累呢需要时间。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最神奇的东西就是力。你的钱开始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就更钱。你要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作为金钱的奴隶。无论做是任何的事情啊，都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了。这就和劝人去赌场没什么区别。你不赌，你怎么知道你钱呢？你试一试啊。如果输了，你就当做交学费啊。万一赢了呢？你看这么一说，怪不得网友说啊，股市啊就是最大的知识付费。有的人不仅为知识付费，为了知识把命还搭在里面，这个比比皆是啊。我看见这些人呢，我就感觉像那个狐狸啊，对着那个悬崖上的鸡啊，劝鸡啊勇敢的跳下来。你不跳，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飞呢？你也有翅膀，你得试啊。万一会飞呢？所以这些狐狸就在悬崖下面等着这些鸡飞，他们好吃鸡肉啊。为了忽悠这些鸡飞啊，这些专家也是操碎了心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说中信建投成果团队2025年牛市有望从流动性牛逐步迈向基本牛。你看一个牛啊，居然能分这么多种，现在叫流动性牛，2025年会转变为基本面牛。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中信建投策略成果团队发文称，我们继续中期看好中国股市信心重估牛，且认为随着政策逐步加码展开如见效，2025年牛市有望从流动性牛逐步转向基本面牛。虽然过程中难免出现震荡分化，但市场将不会缺乏投资机会。短期我们首先看好岁末年初的跨年行情，倾向超配几大线索：资产重估、金融地产和化债收益类、新质生产力、弹性资产、受益财政的两重新类、服务消费与潜在受益供给侧改革深化主题的方向等。搞这么多词啊，无非就是想说明啊，未来看好。关键这些概念能解释得清呢？什么叫基本面牛？牛市就牛市，美国的牛市为什么就叫牛市呢？咱们叫流动性牛，什么重估牛、基本面牛。那散户最关心的还是名字牛。最近啊，有一个专家叫李迅雷啊，大家都知道啊，可以说叫重磅发声啊，终于说出了跟其他什么证券专家、什么经济学家不太一样的观点。这个李迅雷说啊，股市走牛不仅无法促进消费，甚至抑制消费。你昨天咱们的节目我也谈了这个观点，想把股市拉到4000点、5000点，然后这样带动消费，根本就带动不了消费，只会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你看今天啊，李迅雷发表这个观点，跟咱们昨天说的啊不谋而合。咱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近2年 A 股持续阴跌，在 A 股下跌之下，市场形成一大共识，那就是股市上涨能够促消费。对此观点，李迅雷通过详实的数据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股市走牛不仅不会促进消费，反而可能不利于消费。而第一个，股票全面参与，当财富集中50万以上的股民，甚至最有钱的那3%的人中，在 A 股中，股民和基民基本属于全面参与股市，但是在股市仓位比重中非常少，50万以内股民持股总市值只有0.74%，
公募主要的钱是基民募集的，实际上就是代表散户啊。说持仓也只有6.18%，但是上交所财富占比最高的3%的投资者就要占到个人投资者持有总市值60%以上。他这个说法跟咱们的观点出发点不一样。昨天我们说的是这些有钱人会在股市上涨过程中啊，会继续有利于他割散户的韭菜，让散户赔得更多。李迅雷认为啊，这个少数人拥有的这个股票市值更多，散户只占0.7%几，加上基金一共不到7%。那你说那93%是谁的？你涨那93%涨得更多，这2亿小散才占7%，水涨船高，你小散能赚多少啊？理论来说，第二个啊，就整个居民家庭来看，权益资产占比只有2%，远低于外围国家，农民权益占比更少，所以股市波动对14亿人口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影响很小。这个说的就太对了，绝大部分农民跟股市没关系，你把股市拉起来只会让农民显得更穷。第三个，风险类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人如消费主体不属于同一类人，股市好转对全国总消费拉动无从谈起。第四个啊，李顺来说啊，不仅不能促进消费，可能还抑制了消费，少数人赚钱，大部分人亏钱的格局没有改变。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借到股市走牛来促消费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他表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强，股市才能强，不能奢望通过股市走强来促消费，这个实际上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有的专家真的是怎么评价的好，本末倒置啊，就是经济强了，股市走牛，而不是反过来通过股市走牛来拉动经济。你说这个真是个发明啊，创造啊！如果说股市走强来拉动经济，那你不如直接发钱吗？你直接发钱还能发的稍微公平一点，你给农民也发一点，都能惠及。你通过股市那是让少数人，相当于给少数人发钱，给少数人发钱，而给少数富人发的多，那个散户你发不了多少，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不明白啊！就这些专家、什么经济学家、监管上层，他整不明白。你要刺激消费，那你对吧？给每个人发钱不就完了吗？你尤其农民，你说不能让股市来担当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促消费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长期通过增加财政在民生领域支出和坚持不懈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等举措，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说白了就是分配啊！咱们经济体量这么大，咱们还在5%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穷？未来这个韭菜为什么越来越感觉苦不堪言？还是分配出问题了，大头分的越来越多啊，小头分的越来越少。就这么简单的事，非要跟他七扯八扯，扯到股市上涨，这是李顺雷的观点啊，我觉得很认可。但是有一点啊，咱们也得说清楚，如果是股市基本面好了，也就是这些上市公司好了，监管你的透明更加完善，欺诈上市这种违规减持、割韭菜这些现象啊，再也不敢肆无忌惮。也就是股市的病治好了，在你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这个股市走牛，这个时候我认为啊，对促进消费还是有帮助的。也就是你股市要走一个慢牛，10年、20年慢牛，居民你的财富除了买房子，你还有存银行，除了存银行，你还可以投资股市，因为在股市它也赚钱。你等你的资产都在赚钱了，那你可能对消费更有信心。但这一切的前提都不是人为的把股市拉到4000点、6000点，靠放水、靠开个会、靠这种忽悠，你把它搞到一个点位，那是欺诈。如果你的股市在走慢牛，你像美国股市一样，或者是你走10年慢牛，那农民他有钱，他也可以不存银行，他可以买基金养老，没毛病啊。如果你的机构在股市慢牛的情况下，都能赚钱，每年收益率10%、15%、5%也行啊。那么这些机构它就有可能专门针对农民的产品，它也投到股市，一样赚钱。这一切都依赖于这个股市啊，参与者、机构、基金、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监管，他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合法合规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现在股市我不看好。就现在这个样子，涨到5000点，那会有更多的人遭殃啊！不仅解决不了消费，不仅拉动不了经济，恐怕会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啊，在去年就不应该救市，就应该让股市啊继续往下杀，把这些散户杀到绝望为止。散户觉得自己啊再也不是什么交点学费的问题，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市场，远离这个市场，然后交给这些专业的机构，这些机构在监管的监督之下越来越规范，它能为基民带来收益，那基民就会去买。对那些违规的机构，直接就是叫一击毙命，而不是搞什么罚酒三杯。这些
大股东占用机构为非作歹，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说罚个60万、罚个80万，而是让他倾家荡产坐牢。你只有这样，他才不敢乱来。他只要不敢乱来，他就会对基民负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想啊，为什么咱们胡适一天到晚就提倡散户入市呢？就忽悠散户入市呢？因为你散户一盘散沙，正好可以割韭菜。你散户一旦通过机构，散户机构化，那就相当于你散户有组织啊，那不好。一旦有组织了，那就不行。那现在你这个机构呢，散户化，那机构所作所为，那全是高抛低吸，完了之后还有机构替那些游资接盘的。所以我觉得啊，李顺雷作为经济学家，作为学者，人家是第一个出来唱这种反调的。我们再看看啊，这胡锡进老师啊，也可能是在胡适解套了，有那么一点忘乎所以啊。今天发了个微博啊，又在谈论俄乌战争啊。从胡锡进老师这个口气来看啊，仿佛俄罗斯值得同情，俄罗斯正在遭受欺负，所有人都在逼普京，尤其是美西方允许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这个普京啊，更改核学说，普京向乌克兰发射那个针速工程超音速导弹了。胡锡进老师认为，拜登带领美西方正在下一个非常大的赌注，赌普京不敢用核武器。胡锡进说啊，这场对抗处在临界点上，西方不得帮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这一直是普京的红线。就是胡锡进老师他天然的认为这个普京说什么都是对的，就是真理，毋庸置疑。普京画的红线那就必须是红线，全人类都得遵守。这个普京难道是上帝吗？普京画的红线分明是让大家要承认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胡锡进老师认为这个也是天经地义。那普京哪一天说啊，所有俄罗斯族的人待的地方那都是俄罗斯领土，那好了，按照惯例啊，胡锡进老师也认可。那你看看吧，多少国家又得遭殃啊，对吧？连大国都有俄罗斯族，那地方也得划给俄罗斯，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普京画的红线那就是上帝视角啊，就是上帝画的，不容置疑。这胡锡进解释啊，他说老辣的拜登在任期最后2个月突发挑战，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导弹攻击俄本土，一副我就要走了，我怕谁的样子，让普京和特朗普的措手不及。拜登显然对特朗普重回白宫憋了一肚子气，他想用升级乌克兰战争压普京，骚扰即将上任的特朗普，一石二鸟。他留下了更难解决的乌克兰局势，也留下了发生更大冲突的风险。我觉得胡锡进老师真的是一根筋啊！你要解决俄乌冲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啊！他这一撤军，啥事都没有了。就为什么都是受害者有罪呢？就是很有意思啊！胡锡进说啊，普京遭遇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你跑到人家抢东西，遭到了反抗，这叫人家反抗的激烈一点，这叫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那胡锡进老师意思就是乌克兰别反抗嘛，让人家强一点，反正有个国家大国抢那么多，不也没事吗？不挺好的吗？不是发展的第2大经济体了吗？抢的越多，你发展的越……这是胡锡进老师啊总结的经验呢。他说，俄乌战争打了近3年，拜登军援乌克兰和围困俄罗斯的战略没有奏效，本应作为失败者走进历史。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怎么叫没有凑效呢？俄罗斯的卢布现在已经600-1了，换美金啊！当时的1小时22分，钢铁洪流，一字长蛇阵，对吧？兵临基辅城下，到现在莫斯科保卫战啊，到现在库尔斯克保卫战，怎么叫没有凑效呢？强大的黑海舰队打到哪儿去了？怎么叫没有奏效呢？现在俄罗斯各地都在开花呀，都在爆炸。说拜登啊，临走干了这么一票，发出了对俄罗斯核威慑的蔑视，也是对普京个人的羞辱。你看看啊，流氓把刀子拔出来，你大义凛然不怕刀子，这变成了你对流氓的羞辱。这个视角也很有意思啊。这后面啊，胡锡进又说啊，俄罗斯一直在与乌克兰打常规战争，但是普京真正王牌是核武器，因为有核威慑，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保持了克制啊。这个论点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从哪儿得到的，他认为普京王牌是核武器。那在3年前，俄罗斯是第2军事强国，他的王牌是常规军、钢铁洪流、一字长蛇阵。但这些原来不堪一击，这些都失败之后，他的王牌就变成依仗了核武器。再过1年2年，等俄罗斯的核武器也失效，俄罗斯的王牌又是什么呢？俄罗斯的王牌就变成这些以胡锡进夹头这些为骨干的黄俄，他们在网上形成了这个俄罗斯的王牌。胡锡进说啊，我们的世界上是自上世纪冷战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围绕核冲突这么尖锐的问题如此打擦边球。西方导弹对俄罗斯目标新一轮的攻击似乎正在筹备中，普京用什么方法修复核威慑，
保住莫斯科的威严，如何扛过这2个月，并且获得与特朗普打交道的主动权，这是对克里姆林宫峻考验。这胡锡进老师跟普京俩一样啊，都擅入画红线，对画红线这个是孜孜不倦，情有独钟啊。这个普京啊，核威慑、核学说下一轮修改正在酝酿之中，对吧？现在俄罗斯方面现在只是希望美西方能够把它已经改过的核学说看一遍啊，希望抓紧时间看，再不看人家也改新一版了，那前面不是白改了吗？虽然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啊，还俄罗斯人天天喊着让美西方政客好好的认真的研究普京的这个核学说，但是这美西方现在状态就是收到未读，还没来得及看，严重的影响了普京啊画下一轮红线啊，进行下一轮修改，进度啊全给耽误了。胡锡进最后说啊，老胡希望各方都别做个头了，莫逼对方太甚，不要触发俄罗斯，不扔一颗战术核弹头，你们就会把俄罗斯当无核国家对待的极端赌博，那样的赌局只会由各方共同铸成，该赌博一旦形成，迄今为止俄乌战争只能算是一段序幕。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帮普京啊进行核讹诈、敲诈，这些敲边鼓的在这渲染核讹诈啊，你只有顶住还有失败，就2种情况，你只要一放松，你只要一认可他的核讹诈，你就失败了。他讹诈1次成功，就有第2次、第3次、第4次和无数次，对吧？因为他讹诈好使啊，讹诈你们就认输啊，那他有核武器啊，所以他就会拿着核武器讹诈波兰，讹诈什么波罗的海3国，讹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讹诈到德国。反正我有核武器啊，你得让啊。那时候胡锡进一定说啊，双方啊不要逼俄罗斯太近太甚啊，你们都得让。你说这都是什么逻辑啊？就为什么不劝普京撤兵呢？对吧？俄罗斯你一撤军不就完了吗？就是强盗你从人家退出去不就完了吗？你不退，在人家拿着煤气罐坐在人家，完了威胁，开弓难有回头箭，动用核武器一定会让各方都最终懊悔的一步，但如果赌那一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所以都别冲动，都多一份理性。这是跑到这个强盗啊，跑到胡锡进老师家里，胡锡进老师劝自己冷静理性啊，把房子割一间给他，没事儿。人家在第一线的乌克兰，处在核笼罩之下的欧洲，人家都不怕。黄俄在这儿拼命的帮这个土匪，帮这个强盗去吆喝，这个也确实是，这就是受虐心态啊，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人家乌克兰人都不害怕，英国人也不害怕，俄罗斯第一个要和平的英国，人家都不害怕，你是好邻居，怎么还跪下了呢？所以这么看的话，恐怕要不了2天啊，胡锡进老师恐怕就开始亏本了。你说这胡适啊，恐怕要铁锤，要给他锤一锤啊，让他清醒，找到一点点人性呢。这些黄俄他为什么不劝普京收手呢？哪怕劝普京退回到2022年的边界，那也行啊。俄罗斯用手一指说那地方是俄罗斯的，那就应该是俄罗斯的。那他哪一天一指什么河以北都是俄罗斯的，那怎么办呢？那也只能拱手相让呢。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这个态度，那不就是只能拱手相让吗？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